小花，它在吃草。对了，小花过来，小花过来，来了，刚才一叫就来。现在叫就来了。大黄过来，大黄过来，过来。它累了。哪块小花好用？你让人家小花。小花，小花过来，小花。叫花花。小花过来。哦。哦，腊肠，3个月的腊肠，看到没有？长这样。走吧，我们现在来到了月牙湖，带你去月牙湖看看。二姐，你听过月牙湖没有？听过。月牙湖在哪儿？就在这下面。知道月牙泉不？月牙泉我不知道，月牙湖我就知道。敦煌那个。拿。